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美关税谈判有重要的成果，美国突然对顶关税15%未搁打起哩232条款关税有犹太。分高铁草鸟刷饼火烧山烧4天，当地民众怀疑是偷乌得笋的人懊悔买项造成火灾。台南一家百饭店有民众讲，食到加拽卡，甚至鸭肉面店人客发现食面内底有一只死护士。台美关系有确定，带团去到美国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伫咧华府表示讲，咱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争取到232条款关税犹太相对完整的国家。也国家咧关注讲，台湾投资5000亿的美金，敢会害咱国内的产业崩败去？邓丽君表示讲，台湾甲美国半导体的合作，毋是产业外移，是产业的延伸。详细进行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当时间1月19暗时，咱国谈判团队是伫9个月以来头一摆伫美国华府面对记者的提问。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含谈判代表杨经理是做伙来说明这个谈判的成果。邓丽君就表示讲，这谈判过程当中上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台湾的贸易逆差。邓丽君讲，这逆差内底有90%拢是半导体等产品，会面对美国的232调查。针对这个部分，咱国嘛已经讲好会当协议。若讲到这政府含企业拢总5000亿美金的投资，邓丽君是强调，这是照台湾模式进行，含这个日本、含韩国拢无共，嘛袂造成三亚刷走。台湾是全球第一个就美国未来可能课征的相关的232关税，我们取得相对完整以及最优惠的待遇。这也显示美国看待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半导体的一个战略伙伴。这并不是产业的外移，而是我国科技产业的延伸跟扩展啊。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嘛公布这张相片，伊嘛表示，这美国是希望讲，伫川普的任内，甲台湾40%的半导体产能刷到美国本土。针对这个讲法，邓丽君是安尼讲。拉尼部长所提到的一个比例，那基本上就我们的理解这是美国他希望本土晶片自给率的一个国安的目标。那我想每个国家有他追求的一个这个国安的目标。那对我们而言，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支持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国际的扩大及延伸。邓丽君表示，台美会伫几个礼拜以内签署对顶贸易协议。针对公司记者提问讲，这甲拜登任内签的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有啥物无同？杨经理是表示，新的协议会增加农业及劳动领域，嘛会扩大到所谓贸易及经济安全。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主题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好，感谢主席伫咧现场提供咱上新的消息。台美关税谈判有重要的成果，美国叫咱对顶关税15%至15%未搁打起，也232条款半导体等商品关税有犹太，也美国认同讲咱用台湾模式进行供应链的合作，意思就是讲。产业投资完全是咱台湾的企业落去规划，未受到美国政府因的限制。经过9个月谈判，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总谈判代表尤丁尼带领的团队，伫美东时间15完成甲美方代表的总结会议，确定2项重要成果：对顶关税15%，而且无贴加，也搁有232条款关税上优惠待遇。过去我们产业有许多的品项。其实输美的税率是比日韩更高。那但是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呢，是拉到齐平，位于一个相等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不论未来第2阶段的半导体及其衍生品的关税为何，我们都将获得最优惠的待遇。也那伫这当中，台湾半导体加科技产业爱直接甲美国投资上无2500亿美金。亚国投资方面，政府预计提供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强调会用台湾模式，也就是产业投资完全是企业自主规划，无受美国政府项目清单限制。这有助于我国的业者在美国拓展半导体、ICT 产业的蓝图，共同建立一个产业聚落，并请美方
会提供我国相关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然而，国民党质疑这个结果可能让台湾的石盾半导体产业链外移去美国。虽望关税数字看起来落降，不过对各行各业来讲，恐惊有严重的冲击。过去信保贷款、信用保证大部分都用来协助台湾的中小企业，而且额度从来没有到2500亿美元这么的夸张。但问题是，现在2500亿协助科技业，让资本往外移不说，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他们能跟着去吗？结果政府把这一笔资源留给了这些大企业去美国，那对于台湾的中小企业，那不是双重打击是什么？为什么真的不能为自己的国家说一声恭喜，说一声加油呢？获利分润的模式上，台湾对美的2500亿自主投资由企业民间来发动，而所获得的获益100%是台湾的企业。面对在野党的质疑，副院长陈立军表示，上重要的战略目标不是产业外移，是咱台湾科技产业延伸扩展。相信供应链的合作不是 move， 是 build， 扩大伫咧美国的布局，支持美国打造本土供应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汽车关税同款是需要注意。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表示，讲这爱等美国贸易代表处甲咱台湾签约，才会当真正来确认。台美关税谈判公布，除了对顶关税调降到15%，同时嘛得到包含汽车零组件、木材、航空零组件在内232关税最优惠待遇。不过对外界关心的汽车关税，目前也无定案。我们在跟贸易代表处来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的时候，我们会完整的向大家来报告。根据经验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开放，很大幅度的开放，这个是免不掉的嘛。国内的冲击影响要注意嘛。目前台湾对美国进口车维持扣17.5%关税。专家分析，按照川普政府加其他国家谈判结果，台湾放零进口限制开放市场，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外汇车业者表示，美规车的市场占比差不多50%，那关税大幅度调降，业者、消费者拢会得到好处，却也有可能冲击国产车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像关税、货物税还有营业税。加起来可能就50几%，甚至60几%。但如果关税降下来的话，那对我们不管是消费者来讲的话，或是我们经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正面利多的。它虽然变得便宜，也许增加它自己本身单一产品的一点点竞争力，还是会有消费者因为便宜嘛。但是台湾汽车零组件产业真倚靠国际市场，尤其以美国市场是上济，这届得到232关税最优惠待遇，对国内业者有真大帮助。现在已经稳定下来，而且对我们是比较优惠的，那我们的竞争力会比较提升。台湾汽车零组件本来就有真好的介绍优势，供应更好调度，所以业者乐观看待关税调降，有助提升出口的竞争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台中乌里有联动的透天厝早暗时烧起来，也因为厝真旧，厝顶佮加起铁厝相接做伙，地施工火势咧团是真紧，有11户受到牵连。也消防人员伫咧导火迄间发现一个妇人人去互物件缀条咧，人是救无转来。也是安怎导火，要过来调查。透天厝1楼庆祝大火，火势真美，消防人员布置线来拍火。住户伫暗暝被惊醒，赶紧逃出门。有人将家属桶搬出来，都惊灾情佮断开。不过另外一头的火势已经断开了。从巷子里面的一家先烧起来，然后后来虽然说火灭了，可是后来发现那个沿着屋顶就往另外那一侧。台中和一区光明路299巷内底联动透天厝15暗时10点外发生大火，消防队全力抢救，差不多2点钟了后，火势拍花。了后所在现场，在艺术导火透天厝1楼楼梯间发现一个50岁姓杨的查某人被当面缀条咧，救出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现场是联动的民宅建筑物，那我们在8号有找到一位伤者，他发现说他已经欧卡了。
会调人员10日早起等于现场采证，立场表示，这社区厝已经超过50年，除了老旧，而了大部分是铁片加嵌，厝顶用要连做火，所以火势才无法度收煞。目前知影除了导火这户，另外151户被影响到，公所紧急启动安置。昨天晚上我们先安置了7户，有22个人到2间的旅馆，那是昨天晚上的。好，那今天我们再统计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不可以住的，或是1楼还可以住的？我们今天会做一个统计。拢无厝好住啦，对啊，拢照了，你也要哪有厝好住？公所表示会尽力协调相关的单位，和受灾户相关协助，按地部分也看灾民的需求来安排。确实导火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半暝，伫咧屏东遐同款有透天厝烧起来，虽然讲消防人员真紧地控制火势，毋过发现一个查甫人倒伫咧1楼送病院抢救，同款是救无倒来。也警察调查死者是靠捡哩抓咧倒生活，厝内有囤真济高导火的回收物，火才会烧甲遐尔紧。对铁窗看出去，规片的烈火甲大烟搁咧烧。另一个较悬的角度看，乌烟一直对天顶冲去。消防接到通报，透天厝有人受困，就赶到现场拍火。落尾伫透天1楼的后面发现一名民众，不过这名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救无活，宣告死亡。12点多就有人在喊火灾什么的，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他家里的有来了，刚才有警察打电话了。LED 电话死的，无正常就看录影，枪烟就随冲落来。你家己提面有去转啊？哎呀，就转嘛，无先拍偌济，算偌济啊。这件火烧发生伫16半暝要7点，着火的透天厝伫屏东市中正路的一座无尾巷，消防人员大约半点钟把火拍花。根据了解，死亡的这名查甫人姓王，一个人住遮，平时捡日纸度日，因为厝内底放伤济会着火的物件，火一下就烧起来。附近厝边第一时间嘛斗拍火。共711车27人前往抢救。到达现场，立即部署水线进入抢救，并搜救出1名受困民众，男性意识不清，由高救91送往屏东仁济医院急诊。消防人员真紧就把火控制掉，避免火势烧对隔壁。目前死者的阿姊嘛赶到现场，着火原因搁要等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乌林国溪草岭石壁1月12火烧山，烧4天是烧卖8公顷，伫昨是总算甲火拍花。也乃火烧山要该调查，不过当地民众是怀疑讲有人偷挖竹笋，懊悔买夯，才会发生这个代志。林地烧甲乌妈妈，国溪草岭石壁自12下早7点外发生大火，经过4天抢救，15才完全拍花。火的面积达8公顷，虽然真正起火原因也搁要等调查，不过村长怀疑暂时是当笋的采收期，可能是偷抠笋的人为着取暖起火所引起。当笋期到位，一寡吼，咱在地啦，嘛有一寡外面，因为因唔知影讲，即摆若寒天的时阵就对啦吼，因会去。也懊悔，就要夯就对啦。嘛有可能是安尼啦。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如何防盗防窃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监视器的。我想这个我们在整个这个森林以及孟种署的管理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助石壁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表示，过去就要发生落跑移工趁煤是伫交通利便的顶拿偷抠笋啊，引成危流、火警等后续问题。希望偷抠笋的问题当解决，嘛会当甲寒冷山区资源不足的问题做整体的改善。是连通原有的石壁湖的那个，要把它做到让它能够储水，然后从底下水要在平常就要上来的。协会这地方的民众，我们会来加强要求消防训练。未来发生火警初期的时间，第一个时间点如何来灭火？那包含未来这地方一些水源的建制。云林管府表示，目前起火原因是有人放火，还是天气大热引起，也该等进一步查证。不过会听当地协会村民的建议，邀请下局处会议协助山区水源建置等规划，避免山林大火搁再发生。公视新闻王维雄云林报道。
台南最近有几人经透天厝着贼头，拢是用同款的方法。有的民众会甲厝的锁匙甲乌多摆挂做伙，也规罐的挂伫咧乌多摆遐，贼头就是利用这点，偷锁匙来拍，也甲拍好势了后呢，甲本地的锁匙海转去，趁时机呢入去厝的头。警察就照线索落去抓人，送法办嘛提醒民众爱甲锁匙保管好势。细间的查甫人物件偷刷了后，这两袋物件赶咧就安尼做一走，全部拢互电眼翕落来。10时警方嘛趁伊犯案了后，拢入去伊睡厝的所在抓人。台南警方最近接到真侪件报案，讲人到厝内着贼偷。要奇的是，这现场拢无破坏痕迹，被害人转去到厝才知影物件去放偷。调监视器才发现，这贼仔竟然光明正大拍开铁门入去内底抢物件，尾手才发现这锁匙互摕去卡币。持居票及搜索票，查获41岁简姓男子，起获多款名牌包、饰品及现金等赃证物。警方调查，这被害人是甲乌多摆踩伫咧门骹口，规罐锁匙就伫咧乌多摆顶悬，这互强啊有机会下手。要多留意一点啊，哎呀，屋主要多留意一点。可是尽量还是不要把钥匙放在那个像我们的那个大门的其他的地方，还是把钥匙放在身上会比较安全一点。我伫个遥控器时，那去用kop币去，我足怀疑的啊。警方伫细间的查甫人睡厝的所在查扣精品甲现金等产品差不多80万，嘛敲到现金57000块。专案依照加重窃盗罪的罪嫌移送。同时嘛，呼吁民众若出去外口，门窗车库都爱关好，锁匙嘛爱扎伫咧身躯顶。公司新闻温庆恒台南报道。来讲，中央总预算也未审查，那便也正式提案讲要升审，包括 TPASS 等38项计划，金额有700多亿，也这是直接送里头，引起另眼批评，迫害惯例。2016年中央总预算到即卖1万亿的反映卡条咧，也未付费，外界关心亲像关系全国每个月98.2万通勤族TPASS等补助可能登记。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共同讨论各定新地方政府意见了后，遭到联议会提出新兴资本新增计划动机函高政府里头，第一波包含38项计划，金额差不多700多亿。全民都在看今天民进党到底要不要支持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关于这个动支民生急迫的新兴计划跟新增计划的这些预算。刘立强表示，行政进程对先提请立法院来动议动机所无愿意做，按过民进党回应，若被写破坏预算审查管理，预算应回到后会审查制度精神，不是用表决方式，各自抽函处理。这不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式，而且它其实是破坏惯例。我们当然是希望整包互为审查才是正道啊。即摆若被提出的项目包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积片计划、少子化生育补助、地水防洪国家优不转型、校舍整改建、参加国际赛事等相关的新型计划。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针对3班和病变明确立法进行调研协商，不过惊讲我难言加立法会冲击这个偏向的医疗，落尾呢专案是保留继续协商。护理团体提议请久的3班和平比入法，15日立法院党团协商，调研甲卫福部拢有无共主张，到尾也无共识。护理团体发出联合声明，即马咱国以专业平均和平比做规范，确实无法度反映临床3班照护强度，有配套的入法，才会当提升照顾品质。上关键呢，就是爱护护理人员有合理的薪资，保障新进人员他的起薪就是真的有达到最起码的要求，会有一个制度设下来。你回归市场经理，你加的不够快，你真的请不到人，你的病床就会开不起来。卫福部甲护理团体对无共病院3班和平比有共识，医学中心1班1:3，小夜1:9，大夜1:11，还有区域病院1班1:7，小夜1:11，大夜1:13，地区病院嘛有同款的规范。目前敢若投票有奖励还未入法。台湾医务管理协会讲，都会区甲非都会区外科还是内科病房，情况拢无相同，无可能用数字固定规范比例，应该分阶段推动，而且最好配套。必须要保留一个弹性，那个弹性就是能够让整个的护病比的这个数字是能够根据当年的护理师的职业人数跟
健保的财务等等，去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牵涉到病人的这个医疗品质，也牵涉到医疗人员的从业的环境，那也牵涉到医疗机构本身。目前差距还大的情况下，大家就要继续来进行这个协商跟磋商。医师司回应，目前也是会持续推销针对护理人力政策整备的12项策略，和护理人力回流，佮以奖励成做的方式推销3班互病比达标的病院有奖励，鼓励病院会当增加充足的人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真侪县市宣布学校的中昼顿唔免钱，煞无讨论讲要来安怎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就惊讲会来影响囡仔健康。民团是呼吁政府爱赶紧通过学校供餐法，唔通互囡仔健康变做政治的牺牲品。学校老师、营养师和家长团体召开记者会，因认为这个县市已经提出营养中昼顿免钱的政策，却无去讨论讲要安怎提升中昼顿的品质。有教师团体提起讲，地方政府有可能为着要让中昼顿通免钱，对教育的经费支出就较减少。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包括设施设备以及教学品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或中央都会以经费拖延。那会不会实施了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午餐？这个经费来自于教育经费的一个排挤。营养师工会嘛指出，营养中昼顿不是费用少人出钱的问题，关键是爱把经费提出来补充营养师的能力、扫卡设备。因认为这才是政府爱做的，重点不是省钱，是爱让学生食了健康。现况是根据学校卫生法的规定，是40班以上才可以配置一个营养师，不行还不打紧，还要有厨房。我们用113学年度来看的话，真正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学校，大概只有15%到20%。也有家长团体认为会当配合士农教育，真侪做父母的甘愿加开一寡钱，嘛想要让囡仔会当食到在地有机的农产品，唔但健康，更会当帮助到在地的农民。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专法，让学校可以灵活一点，用一定比例的选用在地友善的农产，而不是到最后被迫你只能选择最低价。民团呼吁政府赶紧立法通过学校供餐法，让营养中昼顿会当通建立伫咧合理的绩效调整机制，唔通让学生的健康伫咧政治的操作当中去用牺牲掉。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美国联邦探员开枪甲民众当时是引起示威，到即卖也未收煞，也昨日又有联邦探员对民众开枪，是互社会情绪愈激动。好，因的总统川普就讲话啊，讲要动用联邦军队来解决这个乱象。明年阿波利斯反爱斯加罗示威，一波煞一波，拢无降温的现象。14个传出一件联邦探员对民众开枪，造成伊腿部受伤的代志，互平反搁较清悬。国土安全部表示，执法人员因为交通违规，拿查这委内瑞拉的10个人。双方咧首演的时阵，各有2个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为附近的公寓走出来，提兵车甲扫帚柄攻击执法人员，就爱探员开枪大量嫌犯的腿部。Our ICE agents are following the law and running their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training. Last night, what we saw was 3 individuals weaponize shovels and brooms and attack an ICE officer that had to defend himself. 川普已经伫明年苏达州部署3000个联邦执法人员，15个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民州官员无遵守法律，无阻止叛乱分子攻击ICE，伊就要启动叛乱法，动用联邦军队赶紧结束这喊过的乱象。We cannot be at a place right now in America where we have 2 governmental entities that are literally fighting one another. 民主党籍的市长弗兰要求ICE撤离，表示进行变革继续落去。共款是为民主党的州长华兹直接回应川普大文，爱双方将局势转回来。ICE扫动非法移民的行动已经严重冲击明尼苏达、拉丁美洲的店头甲餐厅业者的生意，人客甲员工大量流失，规个街区大伫个惊吓气氛之下，还佫有真侪店头佫直接伫大门口大禁止ICE进入的工具。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也针对美国对吉林兰主权的威胁，北约这个成员国是正式派兵去到吉林兰展开军演，但未讲这唔那是要表示北极的安全，更加是向华府传出明确的信号。
法国、德国、英国、挪威、甲瑞典等等欧洲国家拜三开始陆续向 Greenland 派向鼎盛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开始人无济，但是丹麦政府强调，这是为着2026年伫北约有更较大规模、更较长时间的驻军做准备。安尼做是因为川普政府进前讲，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北极，丹麦无才调防御，伊用具体行动要证明伊有才调。Vi kommer til nu at kan lave en planlægning, der gør, at vi nu også kan planlægge med en større og mere permanent tilstedeværelse i hele 2026, og det er jo det, der også er afgørende for at vise, at det omkring sikkerheden i Arktis, det er ikke kun et spørgsmål for kongeriget, det er et spørgsmål for NATO. 法國總統馬克宏嘛，喺年度軍事演習當中正式頭一批法國嘅軍事人員已經到 Greenland。法國決定加入丹麥發起嘅軍事演習，嘛計劃喺未來幾天內底進一步加強當地陸海空軍事部署。馬克宏佮點名羅西亞甲伊朗等等嘅大國，當咧破壞世界穩定，嘛罕見批評部分嘅強權，當咧推行一種新殖民主義。Déstabilisation par plusieurs puissances régionales. Je pourrais ici convoquer l'Iran et beaucoup d'autres. Et puis un discours qui parfois sème le doute, y compris chez les alliés par certains, mais en tout cas un nouveau colonialisme qui est à l'œuvre chez quelques-uns. 华府高本哈根甲 Greenland 三方拜三伫外交会谈当中，对着主权的议题是拢无共识。北京发言人李维德讲，川普总统买 Greenland 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嘛，肯定咧大声。双方面已经同意建立工作小组，每2礼拜到3礼拜就对着收购的细节来做讨论。伊讲，欧洲军队的部署完全袂影响川普的决定。 I don't think troops in Europe impac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or does it impact his goal of the acquisition of Greenland at all. 针对北约民军调动甲华府的烦恼，罗西亚外交部大将的反击，发言人嘛明确表示，罗西亚甲中国将来无宣布嘛无任何占领 Greenland 的计划。罗西亚批评西方当年咧宣扬威胁论，只是要暗看美国想要来并吞人领土的野心。目前 Greenland 的地缘危机嘛颠倒展现出西方所讲的以危机为基础的特殊是非常的虚伪。欧洲联军甲美方即马继续对射北极khu的地缘对抗，恐惊袂遮尔紧收煞。公司新闻陈伟林。 也川普伫北京举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因两人讲啥物？马查多是无加讲，毋过伫咧美军甲马杜罗抓起来了后，川普若像是较意向甲即摆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看起来比起委内瑞拉的民主转型，川普是愈重视即摆临时政府会当提供石油予美国。 How was your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Did you give him the Nobel Peace Prize?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支持者围咧离开北京，这是伊头一届得到邀请，甲美国总统 Trump 见面。尤其马查多顶个月才拄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外界传讲伊可能甲这份荣耀转送予吹杀马杜罗落台的 Trump。不过，伊伫咧行出北京的时，唔愿讲明会谈的细节。虽然马查多互人看作是民主的代表，也唔过 Trump 对伊的政治前途煞有真现实的考量。Is it still the president's assessment that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s. Machado to leave Venezuela because he says she lacks the respect and support in that country? It was a realistic assessment based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s reading and hearing from his adviso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am. 了后，马查多嘛去到国会山庄见看党派参议员，不过 Trump 政府目前敢若搁较看重甲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沟通，并无对委内瑞拉民主转型提出具体的时间表。Bello, the de facto number 2 in Venezuela right now, he seemed pretty reluctant to work with the U.S. and obviously he's they just gave us 5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在伫咧两个人会谈的同时，美军南方司令部伫加勒比海搁再出手，成功扣押一只号做是维罗尼卡号的游船，这是最近美方扣押的第6只船。这只游船互人指控是违反 Trump 迄条受制裁船只的禁令。针对委内瑞拉内部反美国的声音 ，Trump 展现强势的态度，强调石油利益才是美方上界关注的目标。公司新闻陈伟林、吴基昌编译。到底是虾卡还是加蛇卡？台南有民众去一间食甲饱的饭店，煞哪像食到加蛇卡，毋过服务人员煞讲迄是虾卡，毋是加蛇。活动处理无法度接受，也即马卫生局已经派人去查，若违规会要求改善。
台南有一个查甫人15带伊的女朋友去一间食甲饱的饭店，食到一半吐出来，因为夹到怪怪物件，哪像是食到加拽卡。当时伊当场甲服务人员反映，饭店员工差不多只甲伊解释这不是加拽，是虾仔卡，互因无法度接受，气噗噗。是先在嘴巴里面吃到。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硬，然后而且它是吃到我上颚，所以其实有点痛。我就以为是异物，因为我刚好在吃凤螺，我以为是凤螺断裂的壳之类的，结果吐出来一看清楚才发现它是就是真的就是蟑螂的脚。就蟑螂吧，还不如给我一整只，因为我觉得上面还蛮多毛的，有点恶心。苏阿当事人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迄时的过程，认为整个过程互人感受凊彩顺过，嘛无法度认同饭店的讲法。但是去问饲虾的业者是讲，泰国虾的脚是较长，那白虾的脚会较弹光，参加拽脚差真济。泰国虾的脚伊会较白肤，啊较圆较长，哦，白虾的脚伊会较透明的色，哦啊较白肤。面对人质疑饭店处理无妥当，卫生局嘛讲已经派人要去稽查。那饭店业者是出面回应，强调会检讨甲消费者之间沟通的误会，来进一步了解这件代志的头尾。那针对于食材的部分，不管是源头还有这个处理的过程，我们未来也会做全面的一个把关跟厘清。卫生局请业者落实自主管理。加强内部稽核机制，自行监督改善。卫生局表示，若是环境甲食材保存有缺失，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复杂无合格，就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也新里有民众去一间真出名的鸭肉面店买顿去食，煞伫食面内底看到是何神，业者也是赶紧出来核实的。卫生局表示讲会派人去查，要求限期改善。挂拍开准备食香港港的炒鸭血，却发现碗内底有一只死去的河神。民众讲当时看到，实在感觉有够太过，就惊有食安记录。这个事件的当事店家是新到一间真出名的鸭肉面店，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示嘞。鸭血原本来的时候就有那个苍蝇在里面，我们疏忽掉了，没有去注意。这是我们品管的问题，对这个客户我们非常的抱歉，对不起。可以看到里面有苍蝇，当然会觉得这家店里是不是有不干净，或者是环境卫生是不好的。食物里面出现苍蝇真的是蛮恶心的事情，可是因为店家已经有诚心道歉了，那也如果说之后可以控管好他们的品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给他们机会的。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若是有发现不合规定的所在，会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要求业者限期改进。新竹市卫生局将尽速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倘有不符规定之处，依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命业者限期改善，届时未改善，后续将处6万元以上罚锾。卫生局强调，针对业者食品卫生管理的疏失，会继续追踪，也呼吁食品业者要确实落实环境清洁、人员卫生甲制作流程管理，维护民众食食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最近嘉义县传出三大市街场去挖到 H5N1 禽流感，县府是赶紧消毒，也统计到来三大市街场是拢总台12万外只鸡啊。疾病防治所的人员穿规矩的装备，由禽流感的市街场，甲破病的鸡仔掠去地仔内底，准备要来处理掉。除了鸡仔以外，鸡卵嘛拢爱消毒，有的嘛爱处理掉。嘉义县家庭疾病防治所为1月初2小刷接到禽流感的通报，2礼拜外的时间，已经对3间市街场完成清消的工作。目前有3场确诊案例，扑杀含死亡的蛋鸡有104984只，白肉总鸡24360只。共计损失129344只，销毁鸡蛋94194颗及总蛋9803颗。防治所表示，1月初2接到报纸有2家场主动通报疫情了后，虽然连面进行清洁消毒，不过伫初8甲初9，搁接到民众甲报纸报道有小家场甲2家场嘛有新的疫情发生。防治所表示，这个病毒的源头可能就是毒鸟，相关业者要加强环境防治的工作。养禽业者应做好禽舍保温及通风管理，维护防鸟设施功能正常运作，落实门禁管制及清洁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并提高警觉，如发现禽只异常死亡，应主动通报。
嘉义县自去年9月到大发生禽流感的案例加强7个，13场感染的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洪治所讲，这阵仔天气寒，家禽的抵抗力会较歹，阁是度较活动的时间，所以较会有疫情发生。呼吁业者要做好防护，甲主动通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警察局公布去年县内10大事故路段，其中彰化市大埔路是排伫咧第一，车祸拢总发生149件。也县府表示讲，会发生事故主要是车辆无保持距离、驶车有违规。车来来去去的相车路口，一台奥多拜准备要倒弯，结果直接和对向的奥多拜相撞。这是彰化市中兴路甲大埔路口，继续往头前行，后一个旭光路甲光华街的路口，同款是车流量真济。民众表示，这两搭因为是相车路，路线复杂，定定出车祸。因为车流量偏多，然后也有行人的部分，所以蛮危险的。摩托车跟汽车啊，或者是摩托车跟摩托车，其实擦撞都蛮常见的。比较多个巷道吧，那个指示不是很清楚的。这里就十字路口啊，车辆当然多啊，没什么在礼让的吧。根据彰化县警察局的统计，去年肇事路口前10名，有9搭拢伫彰化市，包括旭光路甲光华街路口有17件，中兴路甲大埔路路口有16件等等。附近的大埔路嘛是肇事路段排头名的，计共有149件的车祸事故发生。彰化县政府表示，若依照车祸分类来看 ，A1 甲 A2 有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数量其实是下降的。A1 交通部道安平台113年度的来讲的话，大埔路的 A1 加 A2 是75件，114年度的是52件，明显是下降的。路口的部分下降更明显，还没改中兴大埔路路口的时候，它的 A1 加 A2 的肇事件数是39件，改完之后降为14件，降幅超过50%。县府表示，彰化市大埔路因为点头济，食饭甲上下班时间交通较复杂，车祸主要原因是驶车、骑车无保持距离，甲不当的驾驶行为。那目前嘛，正咧进行旭光路甲光华街路口的改善工程，拍算旧历过年进前会完工。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AI 咧发展，即卖画面变声的假影片真济哦，伫咧网络流传，互民众哄骗去。也高雄大学资讯监听学系就开发一套侦测系统，用手机就会当破解画面变声的影片，准确率超过90%。我们系统辨识出来说，这部影片它是被 deepfake 过，也是被伪造过的。为网络甲假影片了落来，学生团起伫软体顶头，无到0.2秒分辨出这是 deepfake 假影片，搁摕另外一段乌克兰总统伪造的假影片来试看卖，同款伫咧0.5秒以内确认是假影片。其实我们比较针对的是整个换脸，或者是你的眼睛或者嘴巴这种脸边的五官细节被换掉的这种方式。那模型的话就会去学习这些周围的伪造特征会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模型就是把这些特征学起来。那之后他学到这些特征之后，我们之后如果有新的影片进来，他就去看这个影片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些伪造的特征。这是高雄大学资讯监听学系研究团队研发的 deepfake 侦测系统，上厉害所在是要查足方便，而且阁足灵活的，用手机就会当详细看画面甲声音是不是有一致，再个破解影片是不是防调异过画面还是变声。那当然，我们希望还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声伪的技术扩充到，比如说背景的伪造、物体的伪造等等这些相关的场景。资料库目前用2021年到2025年的资料，刷尾嘛继续换新，强化软体即时辨识假影片的能力。团队表示，目前足侪侦测技术拢得爱挖靠大型模型，还佫有效能足悬的运算设备，是足好普及的，无法度随用随反应。为着减少诈骗、造假，也是操弄公论的状况发生，未来嘛会申请专利，以普及化的方向来推测。互软体伫咧民众手机就会当操作。公视新闻王友婷、陈兴坤高雄报道。为着要增加人口数，台东延平今年有结婚的补助，上济当领4万，也条件是一档内袂使甲户口迁出去。这对拄结婚的翁仔某2个人手牵手来台东县延平乡公所登记结婚，申请补助，将做延平乡第一对依照延平乡结婚补助自治条例领到补助的新人，上济人领到4万块。我们去年10月结婚，想说去年底登记。既然有这个补助，那我们就干脆明年
延到明年来登记好了。台南县延平乡结婚补助助地条例今年已经正式实施，正吸引人。不过延平乡公所讲，这项补助结婚的双方其中一个人就要涉及一个延平乡满1年以上，而且是第一遍结婚，就要伫3个月内提出申请，一个人补助2万。若是2个人拢是延平乡的乡民，就能领到上悬4万的补助。不过限定1年内户口袂用迁出去，而且结婚了，公所也有生育补助。一体2万，每一季也有营养费5000块。公所希望这项福利，和全乡3500人的人口数会能够增加。户籍当然是希望都在延平乡啦。那领了这笔钱呢，我们希望你1年当中，不要把户籍离开了。延平乡是台南县第一个推出结婚补助的乡镇，不过乡公所今年只跟那编60万的预算，若是因缘就无再接受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平镇新宝公园因为地无平后，有民众在运动的时呢来跋倒着伤，也公园内底的篮球场这个设备又是真旧，敢有安全，共款是引起疑虑。也平镇区公所的规划250万要来征收。公园的地砖铺平，铺面坎坎坷坷，有民众伫遮运动煞跋倒受伤。民众早上运动的时候不小心而且这地面也确实不平。经过这几年来的雨水渗透，还有根系的发展，造成这个透水砖隆起。针对公园地砖铺平的平镇区公所已经先劝警示，提醒民众爱注意。新宝公园伫平镇区新府5街、新府街口，面积差不多0.72公顷，104年开500万征收。公园中心算出去500公尺的服务范围，差不多有4000人。附近居民讲，落雨了后就会积水，拢唔管怪真歹行。公园老人济有跋倒的风险，邀人欢迎篮球场的篮帮、篮圈甲围网破去。常来这边运动吗？几乎都有出来了。那个凹凸不平，对，凹凸不平啊，好难走哦。老会啊，看了，走路不是提档，会担心跌倒吗？对啊，就是发现这个扶根的问题。因为这棵是榕树啦，榕树的它串根，到时候我把这些地砖都打除翻开的时候，我会再用一个导根板去加强这个地坪的防护。让它的根是往下。平镇区公所表示，规个修理分做2阶段，较大范围的地坪换新、球场、围栏加排水改善等，规划250万。发包了后，一定4月开始修理。若是篮球场相关设备，一定20年前就会完成换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新城办公厅写落去中间，煞伫去年学着输情的粗废片，确认是珍贵的文物，也即马县府已经停止工程，请考古团队进驻处理。花莲新城乡的北部村老街顶悬的旧户政事务所、消防队、派出所，因为建筑老旧爱电起，不过去年工程才多开始，就学着真济所见文物，考古团队为10时开始进驻。发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挖到文物或破坏到文物，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比较细致，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扰乱层，对，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的动作会比较大一点。出土文物包含2000多年前的花岗山文化展，加4000多年前的大分溪文化展。经过认真对研究所见，花莲精魂文化内涵、生活冷血加刷鱼有重大意义，展开一年8部会期考古学掘计划。大粪坑它有个特色是，它早期会在口缘还有肩部会有很漂亮的壁画纹饰，花岗山的话，它的纹饰就消失了，它就变成一个素面陶。但是在陶器以外，花岗山有很大量的玉器。咱有大型的考古现场，都好好看义系甲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合作，包含东华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系、台湾文化系学生拢来斗相共。因为其实历史系一般来说都是读一些文献材料，所以比较少第一手去接受，就是去接触到地底下的史料这样子。所以其实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文化局强调，北部遗址目前差不多2000多平方公尺，爱抢修范围差不多700平方公尺，主要分2部分进行。希望今年8月应完成清理，各高幸福公所工程应该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人力银行针对企业落去调查，评比企业上爱用的大学人才，台湾大学排伫第一、第二是成功大学。也私立大学这边淡江甲辅仁拢有上榜。也调查结果嘛显示讲，大学甲 AI 加入课程甲业界结合，真做特色。学测就要开始啊，学生进学校拢会考虑到对以后的工作是毋是有帮助。人力银行对企业做调查。凡是企业上爱大学的前10名，台大第1名，成大第2名，私立学校内面，淡江一个辅仁拢有上榜。希望我们在各个这个专业呢，不管是在领导力、创造力还有执行力，我们希望都能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你说在很多跨领域的指标来讲，政大是跨域非常强的一个指标。那这个跨域是让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跟科技有很好对话的沃土。因为 AI 伫咧全世界拢正强，发展 AI 科技、半导体等科技业，将做大学的发展重点。也个亲像无人机发展的这种课程真受欢迎。私立学校若注重这个，毕业的学生企业较爱。会有像第2专长啊，所以除了双主修辅系，就还有这个叫做第2专长这样跨领域的出现。希望全校的学生啊，其他文科、社会科的学生也都能够学 AI， 也懂得用 AI。人力银行分析，各学校大量增加 AI 的相关课程，各家企业政府合作，专业培育人才。这个学期啊，有60个班级是新的班级，在分布在各个大学。那最主要呢，都是集中在 AI、半导体还有精准医疗。另外，人力银行发现，这嘛企业伫咧用人时阵，不一定注重是多一间学校，是更加注重实务操作，也有跨领域的整合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要拍经典赛，咱台湾队第一阶段的集训是伫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内展开。经典赛是运动部成立以后第一场国际棒球1级的比赛。部长李勇强调讲，这个补助啊是历来上济，会用上悬的规格落去准备。开训了后，随开始练习，林嘉靖进行区步练习，接的球是为台湾研发的高阶发球机投出来。前阵模仿包括大谷翔平在内等一流强投的球路，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引进的上新投球机。过去 iPitch 我们是因应着集训的需要，我们是租借的。那在国训中心，他们国家就买了这个 iPitch 的设备，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用完之后，未来其他国家棒球队的训练，其实也都可以用得上。英国比战国际比赛发球机，敢来当租，即嘛是固定的设备。国训中心嘛建伫独立的重训室甲餐厅。运动部长李勇讲，即届是以最高规格专业资源、租训丰富证书等，补助是历年来上济。历年来真的是补助最高，今年达到6400多万。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说以一个运动员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没办法确定最后成绩如何，但我们希望把最好的资源提供给我们运动员，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向前迈进，去好好比赛。回想在20几年前，在这边训练的时候，跟目前现在的环境来讲，其实真的提升非常多啦。教练费、选手的所费、工作人员费用，也甲国内外食食采专案核定补助的基准，专业补助旅平险、意外险甲失灵险，要让选手放心投入训练甲比赛。气氛真好，互相分享。队长陈吉贤讲，穿国家队的球衫还未将大，不过大家做伙担当，会往好的方向行。中华队伫国训中心的第一阶段集训到2月14，那农历年后2月23会刷到台北大巨蛋，再佫透过真侪场甲日本职业队的交流赛，整合出上强的队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NASA 因为有太空人身体无爽快，所以任务呢是来提早结束。即马4个太空人拢平安返来到地球，第一届医疗体力行动圆满结束。SpaceX 成龙号太空船载2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甲一个罗西亚的太空人，伫脱离太空站登去地球了后，冲落伫加州外海的太平洋。Splashdown of Crew 11. After 167 days in space, Dragon and NASA astronauts Zena Cardman and Mike Fink, Kimya Yui of JAXA, and Roscosmos cosmonaut Oleg Platonov are back on Earth.
And you just heard that call out from the Corps in Hawthorne, California, to the crew aboard Dragon that the SpaceX personnel who have been in the general vicinity of Dragon's anticipated splashdown location now have the go to approach the spacecraft and begin that recovery process. 门开起来，太空人接刷出来，有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团队接应。And it looks like our first crew member out of the spacecraft is NASA astronaut Mike Fink. 美国太空总署史上头一届医疗撤离行动圆满结束，主要是其中一个太空人健康出状况，决定让因提早返来地球。官员要表示，太空人身体无爽快，并不是有其他任何伤害，也是操作所引起的。All crew members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the routine post-splashdown medical evaluation. The crew member of concern is doing fine. You learn basic anatomy, you learn all about the human body, you learn how to do basic medical procedures, and some of these are for the experiments that we do up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o blood draws, you have to learn to draw blood from yourself. 这些个太空人自去年8月初1开始执行任务，原底应该要留到2月底，因刷落来会去到 Houston 进一步检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年第一粒航太陆安已经形成，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加上即马有透东风，拜6礼拜开始，北部、东部甲西部即个水气会变高。不过照即个路线看起来呢，风台袂直接扫对台湾。另外，气象署表示，后礼拜2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会阁寒，大约伫咧11度到14度。连面就要反天啊，民众就要注意。气象署讲，今年的头一个风台陆安伫15形成，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加上透东风，所以拜6礼拜开始水汽会增加。正方面的北部甲东部会落雨，若西半部嘛会有小可雨。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地区，雨势上会有一些增加的一个情形。然后到了下周一之后呢，整体上来说，可能水汽会有在逐渐的增加的趋势。降雨的范围可能也比较广一点，预估就是在桃园以北、东半侧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气温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后礼拜进前各地日时的温度拢差不多20度左右。要到后礼拜2，大陆冷气团落南，才会明显感受到降温。也因为冷气团落南，对风台的发展不利，所以风台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从下周2开始，各地的气温其实都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形哦，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可能下降的一个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一路到周3，可能气温高温跟礼拜2相比的话，会再更低一些哦。那在低温的一个预估的一个时间点，会是落在下周4清晨左右。那各地的低温大概就是在11到14度左右。气象署嘛提醒，虽然风台陆安未对台湾来，不过拜6礼拜因为风台的关系，所以东部的海边啊含外岛拢会有关影，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至23度。中部地区18度至25度，南部地区21度至26度，东部这边20度至24度，外岛地区14度至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